高雄福山国小的便所，因为这管线常常塌掉，佮漏水，甚至漏甲插伫涂骹拢生石笋出来啊！立委总共视察4间学校了后，发现讲有真侪问题要处理，会影响到学生含漏水的权益。教育局表示讲，目前会先用教育发展基金来正做修复经费。 福山国小便所规间是旧仔旧臭，佮有水位天崩地落来，地甲涂骹佮有亲像金乳石的结晶。福山国小全校有2000多位的老师甲囡仔，到今也是使用这种便所。校长表示讲，管线塌掉的问题已经2、3冬，校方大概清管线拢发现有尿珠啊、塑胶杯仔的粪扫。目前学校有5栋的校舍，敢若1栋的便所有申请到经费，去年才整修完成。清出来有内裤，有尿布，有迄个塑胶杯啊，我讲内面啥物拢有。 迄全年内面买物件，大概内面拢会当找得到。这么严重的问题，其实可能外部的人，包括咱的社区民众，包括咱的囡仔，可能拢唔知影。便所的问题，唔那福山国小有，昨夜明德国小查甫囡仔用的热斗，6个有5个拢害去啊。地方民代协同相关单位做伙来到高雄会勘，拢总看4间国小甲1间大学，其中嘛发现新港国小涂骹袂平，新甲国小便若落大雨拢会淹水。查甫咧使用便所内底10间有6间是歹去的，活动使用。啊，伫咧做囡仔这边，有可能嘛是差不多将近拢超过一半，会造成咱囡仔身体健康，因为伊唔敢去便所。我们会利用暑假的期间补助学校经费来做紧急的修缮。并代检视学校设备，教育局表示讲，目前搁爱等学校整理设备修缮的资料，经费嘛有请立委向中央争取。考虑到开学了后，囡仔就要使用，会先用教育发展基金量早修复。记者钟义辉、邱兆勇高雄报道。